但是中西区学校密集，人车出入频繁，加上时间一久，林肯步道受限连锁整的工法，甲环境严重，已经破破烂烂，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摆脱行人地价的污名，李美玲准县会同在地议员，邀集相关单位实地会勘，透过争取营建署的专案，将南英商工、正学国小、甲嘉义高中等学校周边的步道，投入3700多万来征收维护。营建署有特别编列通学步道的专案经费，那我们特别来争取在我们的学校密集的区域，尤其像中西区这种老旧市区，有很多很有传统的老学校。那其实它周边的人行步道都已经非常的破烂，各位可以看到，路面不止高度不平，甚至很多整个都几乎溃散了。这个如果走起路来真的是步步陷阱。如果不快点改善这些就是这个很难看，而且也真的是一种让台湾成为行人地狱的耻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专案经费，顺便把相关的人行步道的问题、机车在人行道停车的问题，甚至还有路树，我们很多老旧路树它有病得了病了，那也要利用这一次那么做一个总体检，我们可以提升在人本交通的部分特别是在通学步道的时候，因为地方政府跟学校校长这边可能在经费上有限我们透过营建署来争取到的经费，我们也希望一并列入，请公务局务必带回去，跟交通局好好联系，在路口的部分，怎么样加强人本交通的一个概念包含行川线的一个退缩包含我们昨天在交通局的一个工作报告的咨询，希望你要把这一个部分都带入进去一并做一个调整面对人行步道原本就也有路树以及机车要停，人就愈无好行，所以会长嘛一并检讨，要幸福人行安全舒适的空间。咱的新闻，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